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我係岑奕琳。今日我哋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，天氣涼返啲。首先睇一睇氣温方面，去到7點鐘左右，香港大部分地區嘅氣温介乎20至22度，比起琴日同一時間大概低咗3至4度左右。而至於天色方面，由大範圍嘅衛星雲圖見到，一道雲帶正係覆蓋住廣東。我哋預期今日都係以多雲為主，而同一時間，雷達圖像亦都顯示香港附近不時有啲雨區嘅發展影響住我哋，所以今日同埋聽日，我哋預期東北季候風嘅影響，我哋嘅天氣會稍涼，而高空擾動亦都會為我哋帶嚟一啲驟雨。要去到今個禮拜嘅中期，隨住高空擾動逐漸遠離，我哋嘅驟雨就會減少。所以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驟雨，氣温稍涼。日間嘅最高氣温大概去到25度。晚上雨勢會較為頻密，局部地區會有雷暴。風方面係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，稍後會轉吹東至東北風。至於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期聽日仍然都係較涼，同埋間中會有驟雨，之後嘅一兩日驟雨會減少，氣温會逐步回升，天色都會較為明朗。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再見。